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紐解釋，我係細路。今集要講嘅係紐卡素賽後總結。主場爆冷贏完曼城之後，又要歐聯作客對馬賽，究竟球隊嘅表現係點呢？事不宜遲，我哋開始。馬賽呢隊波看似陌生，好似同英超球隊冇乜關聯咁，但教練係教過白禮頓嘅迪沙比，已經同賀維交手過幾次。神射手第一位係入咗10球嘅前曼聯前鋒格連活特，而第二名係入咗5球嘅前阿仙奴著名射手奧巴美揚，證明對手熟悉英超踢法。暫時排喺法甲第2，只落後 PSG 2分。聯賽保持水準，實力有絕對嘅保證。不過歐聯成績一般，暫時4戰1勝3敗得3分，輸過俾皇馬、亞特蘭大、士砵亭，亦試過主場大炒阿積士4-0。總結係馬賽本土成績好，但歐戰成績一般。反觀紐卡素完全係一個相反。不過主場贏曼城後信心大增，雖然呢場係作客，但球隊亦試過喺歐聯作客大勝聖基萊斯聯。所以賽前估計拉上補下之後，兩隊實力應該旗鼓相當。陣容方面，左閘賀爾因為抽筋所以用單搬，祖靈頓撕裂後備用韋洛克，前鋒決定俾和特美特唞下，用哥頓打偽9號。開局睇得出今場排陣有心思，成隊重心都偏向左邊，三中堅嘅陣式令單搬防守唔到快翼嘅問題得以解決。文圖就打左閘，梅菲就打右閘。右翼就係韋洛克，中場得返班奴同埋東拿利。開局紐卡素已經有幾個攻勢，可能係排陣令對手有啲無所適從，包括班尼斯落底搏到角球，韋洛克落底令防守球員黃牌有罰球，東拿利開出馬力洲頂到，可惜韋洛克射失。6分鐘，韋洛克傳俾東拿利落底出波，對手球員防守反彈，班尼斯接應射遠處領先1-0。之後都係馬賽攻勢居多，又出奇地全部攻勢都集中喺左邊，包括奧巴美揚幾次射門，好彩撲比撲出。韋洛克又離奇打中人食黃牌，令對手有罰球，注定佢今場踢半場都差唔多。攻勢又去返紐卡素，東拿利有一個射門，可惜力度同埋角度都欠奉，再加上幾次唔算好成功嘅反擊，對手開始企穩陣腳，控球嘗試控制戰局。好彩幾次射門都偏離目標，不過攻勢就越嚟越似樣。雖然有球員插水食黃牌，奧巴美揚瞓低嘗試射，好彩馬力洲攔截阻止，仲有哥頓拉人食牌以及嘗試射門被救出。對方門將俾單搬冇心踩中要包頭。上半場初段紐卡素嘗到甜頭，但之後形勢轉向馬賽，結果下半場一開始撲比出迎失誤，令奧巴美揚邊路遠射追平。班尼斯接應韋洛克傳波射入，可惜越位。之後奧巴美揚接應邊路從後防攝入射門，令馬賽領先2-1。雖然韋洛克都有嘗試射門，但對手繼續壓制，包括幾次射門好彩撲比撲出。賀維都見到唔對路，決定一次過換晒3個，收起舒亞、梅菲、文圖，換入米利、賀爾同伊蘭加，希望情況有所改善。但形勢都係對方主導，最後亦提早換晒2個換人名額，收起哥頓、韋洛克，換入和特美特、藍斯。尾段對手都開始專注防守，球隊亦有幾個攻勢，包括東拿利喺邊路搏到罰球，伊蘭加單搬都有嘗試射門，藍斯喺禁區前搏到罰球，可惜東拿利射高咗，班尼斯最後亦射歪咗。最後馬賽以2-1擊敗紐卡素。首先要讚馬賽踢得真係好，攻勢直接又到肉，去到最後仲有氣有力逼搶同防守。格連活特傳波同埋射波都好有水準，奧巴美揚驚人嘅把握力同埋射門射入2球，主場氣勢十分強勁。而作客嘅紐卡素上半場發揮唔差，不過整體失誤較多。第一球可以話係撲比嘅失誤，第二球舒亞都有啲責任。除咗開局入球同埋尾段之外，整體形勢都係對方主導，尾段球隊攻勢變多，可惜把握力一般，加上時間不足，所以追唔返。如果真係要揾一個原因解釋點解踢得唔好，我會覺得係陣式問題。呢個陣式雖然可以彌補單搬防守嘅問題，但中場得返2個人，可以見到佢哋踢得好辛苦，特別係東拿利，今場幾球罰球處理都一般，仲要打埋右邊落底。
體能有限，分身乏術，梅菲打雜專注防守，亦令佢最大嘅特點出波頻率少咗好多。加上哥頓冇太反擊唔入肉，只可以講失嗰兩球發生得太快，60分鐘即刻換走兩閘，亦已經太遲。入波少，唯有寄望防守好，但呢場兩方面都失準，落敗係一個比較合理嘅賽果。再講下個別球員嘅表現，今場韋洛克踢得唔差，上半場傳波俾東拿利導致入球，邊路帶球推進，以及下半場嘅射門都見到有效。今場仲要踢右翼一個唔熟悉嘅位置，以佢嘅質素絕對交足功課。丹潘同馬力洲今場表現正常，舒亞係比較失色嘅一個，換走亦合理。班尼斯繼續發揮射手本色，把握到一個唔容易嘅入球。3場比賽攻入4球，狀態唔差。反觀哥頓，雖然賀維話佢已經完全康復，但狀態一般。總結嚟講，雖然今場再次認證作客跌鍋呢個大道理，但見到馬賽主場氣勢強勁，加上陣容同排陣，都知今場唔簡單。樂觀睇，只係歐聯冇咩可能直入16強晉級，但入淘汰賽都仲有機會。而今場的確冇韋斯咸同埋賓福特嗰兩場踢得咁不堪，至少去到最後都覺得有機會追平。球隊好快要收拾心情，準備迎戰愛華頓，希望球隊重新振作。好啦，今集講到呢度，下次見。